呢組係2026呢個一級杯17點交鬥車房孖寶續車啊， C 二車組，嘅 Tommy， 球場準備，九車嘅啊，聽開聲起步。睇翻前面先。哇！喺着燈喎有，Tommy 有冇機會上到去先？三車都咬得好緊啊！呢一架 Tommy。仲有30秒，名車1、2、3、7、1、3、三車甩開咗少少，我又黐翻嚟喎。唔緊要嘅，實力上應該係有差距嘅。相信過多2圈就到一車車尾啦。咁啊，幫你排 C 組咗未？幫你排 C 組。頭車立，2車 Tommy， 3車江哥。佢話啱啱出咗事。車房孖寶鬥呢個80S 孖寶，哇！好貼，好貼，好厲害啊！好忍手，非常好。哇！嗰面佢洗一洗啦。哇！爭啲。哇！好勁啊！哎呀！好酷！立都唔係咁容易對付啦，加油啊！開始進入慢車群啦，開始進入慢車群有冇機會呢？還是一個負累呢？OK 嘅，Tommy 嘅表現仲係都好穩定。2車嚟㗎 ，Tommy， 3車係智力，4車大夫。我都估到都話。最後嘅1分50。哎呀！有啲意外，但係冇失位。同頭車都係半條直路多啲啦。嗰度係C組咗佢。近咗啦！見到尾燈啊！最後40秒，依然都係1、2、7、13圈啊！已經仲係啦，仲有3個圈。哇 ！Tommy 啊，越追近，調翻0.4。有啊！哇！咁快又追到喎！哇！1、2車之爭，係咪逼到阿立出錯呢？
最後一圈啦。嗰條拉線啦。我立都好穩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好可惜啊，好可惜啊！OK，全部完成。好，二車完成。27，好，恭喜恭喜恭喜！